是2020年啊，我们阳历呢是4月30，阳历4月30号啊。今天我们非常开心，按照往例啊，早斋以后呢，给各位大家结个法缘，简单几句话，大家互相交流，互相鼓励。啊，我们互相共勉呐，互相共勉。那么这几句话呢，各位提供给各位大家参考。好，各位常住法师，各位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今天提供给各位这一章呢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好，很有意思。我们来念念看，好不好？来，过多的爱护并非不好。但要受得起，也给得起，受得起不会给人失望，给得起不会辜负人意。好，那这句话的内容啊，实在是很精彩，这是做人的根本道理，根本道理。各位，你想想看。过多的爱护并非不好，也比如说有个人呐、对你很好，很疼爱，非常非常的关心你。你看，你过多的嘛，你就觉得哎呦，我承受不起，这样觉得太难为情了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做到那里，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呢？实际上，各位注意听，过多的爱护并不是不好，不是错的。不是错的，你能够欣然接受、欢喜去接受，各位，这一定要有勇气。为什么？因为但要受得起，也给得起。你要接受得起哦。受，我能够心安理得；接受了以后，我觉得非常的欢喜满足。你觉得没有良心，没有羞愧，你受得起。你接受，我觉得我对得起你，我受得起，我也给得起。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，我也能够回馈，我能给得起。你受得起，也给得起。那么这怎么解释呢？好，看下面，受得起不会给人失望。如果你接受别人呢，你觉得我对得起你哦，我不会给你失望。那你对我的爱护，你对我的疼爱，我更加努力。加倍的付出，我要加倍的在我的工作上面做一个充分表现。各位，那人家给你爱护你、疼爱你，觉得很值得嘛？各位，对不对啊？很值得啊！这个人值得我去疼爱他嘛，很值得嘛。所以你看，你如果受得起，你不会给人失望。那个疼爱你的人，他不会失望。不会失望，就是不会觉得你这个人好像扶不起的阿斗一样，人家这么对你好，但是你自甘堕落，一蹶不振，或者是逃避现实，那当然了，你觉得对不起别人，你对不起别人，所以你要能够受得起，我不会给人失望，我不会让对方失望，不会让对方失望。我给得起，我不会辜负人意。如果有一天我起来了，站起来了，我有能力了，对不对？我有充足的这种力量，那我一定要报答大家，才不会辜负人意。我一定报答你，回馈给你，而且我要孝敬你。你这么疼爱我，我绝对一定要好好报答你。这个我要给得起，才不会辜负人家的心意。有没有道理啊？这个是做人的道理哦，做人的道理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很重要。我觉得很有意思。这提醒大家，我们互相共勉，人的品德就在这里，不要去忘人家的恩德，人家的恩对我们的疼爱有加，我们应该永远铭记在心。所以人家有恩于我。我点滴都不敢去忘记。那么我要做得比以前更好，我要努力奋发向上。那么我受得起，不会给你失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点，我们呢这几句话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，做人基本的原则应该要守得住。那我相信呢，
这个社会，我们这个会更美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懂得羞耻心，我们懂得怎么样去报答别人、感恩的心，所以这个给我们很大的提醒，很大的提醒。好，我们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好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